徐派小生刘志霞，徐派小生王楚然，徐派小生潘婉婉，徐派小生杨婷娜，徐派小生汪喜喜，徐派小生李露燕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佳丽新风尚，魅力新舞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青春戏院，我是董丽，欢迎您收看。2013粤女争锋第3季即将火热来袭，青春戏院栏目与前2届的粤女们携手相伴，掀起新一轮的粤剧风潮，品味多姿多彩的粤剧盛宴。青春戏院倾情奉送粉墨嘉年华粤剧青年演员流派群英会，让我们走进如诗如画的江南，同赴一场美丽青春的嘉年华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本期节目中大家将要欣赏的是粤剧小生流派中的徐派。说到徐派它是由徐一兰先生创立的。徐派唱腔的特点是高昂激越、丰富多彩、刚柔交融、声情并茂。徐派唱腔多以体讨、热情、豪爽多彩的人物为主。比如说，徐派的代表作有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，《西厢记》中的张巩，《春香传》中的李梦龙，《追鱼》中的张真，《北帝王》中的刘春风。粤剧《红楼梦》是徐玉兰与王文娟的代表作，黛玉、宝玉两小无猜，情深深重。大观园里落英缤纷，是谁在花荫下暗自悲伤？又是谁用这3000痴缠的爱恋换来这一纸的滴墨成殇？有请北京升平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徐派小生张春娜。小口将西间
家好，我是北京升平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徐派小生张春娜。进校学的第一出戏就是越剧的《红楼梦》，对《红楼梦》非常有感情，跟徐派也很有缘分。现在在书房版的《红楼梦》里面饰演贾宝玉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可以跟郑国凤老师学习更多的徐派经典剧目，把这些剧目带给北方的观众。也希望更多的观众关注越剧，喜欢越剧。本末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。我是张春娜。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奇所徐派小生毛春梅。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个缺失的归文，愿难告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徐派小生毛春梅。在美丽的浙江有个美丽的嵊县，它发源了美丽的越剧。
而我却深深地迷恋上了这美丽的越剧。我相信我们的越剧事业会越来越好。在当今这个社会，越剧已经是一个非常清贫的行业了，但是仍然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们在坚持着、奋斗着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。我是毛春梅。《追鱼》是一出经典的神话剧，月色融融，书馆寂寥。这一位身着蓝衣的俊美书生，在碧波谈判，对月独谈。波光粼粼，碧波羞荡。这一位巧扮牡丹的痴情鲤鱼，到寂寞书房私会张真。这人间与水府又会有怎样的一段美好姻缘呢？有请中国戏曲学院徐派小生刘志霞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，徐派小生刘志霞。粤女争锋是粤女的舞台，通过这个舞台的历练，它使我成长得更快，看得更远，
更加努力。正因如此，2011年我毅然地报考了中国戏曲学院，为的是能更丰富自己，使自己的艺术人生更具精彩。我想这辈子最值得我骄傲的事，就是我是一名粤剧演员，能给观众带来欢乐，成为观众最喜爱的演员，是我最大的愿望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刘志霞。有请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徐派小生王楚然。听娘子说唱真心话，不与我张真恩思量，想当初在边坡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作情一场，元宵佳节观花灯，夫妻双双多欢畅。那金从欲将我们再为夫，在相府中与两个牡丹闹公堂，恰原来呀，一个就是我娘子别。他为我献心把你伤，不曾娘子有情理，我张真关记在心上。想了牡丹爱的是富贵，那见你娘子恩爱长，人间难觅一字情。你就是李玉锦，玉何方？大家好，我是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徐派小生王楚然。我学粤剧这个专业已有4年之久，一直保持着初衷的热情。有了这份热情，我才能演绎出更好的角色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在粤剧这条道路上走得与众不同，最终取得优异的成绩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王楚然。悲戚戚，恨绵绵。一生去苗顺兵河门中，不忘献给土公。南边飘梅树城，香儿诉苦年情思。历史剧《北帝王》取材于古典小说《三国演义》。秋风萧瑟，落叶飘零。刘晨这位视死如归的真英雄，忍着妻死儿亡的亡国之痛，来至祖庙以身殉国。有请温州市越剧团徐派小生潘婉婉。月儿啦，月儿，聪明天晴，
再也找不到错过的生活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温州市越剧团徐派小生潘婉婉。我从小生长在从事越剧的大家族里，我家里的叔叔、姑姑、婶婶都是从事这一行业的。我从懂事开始就对越剧特别着迷，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成为一名专业的越剧演员。当我进入艺校的时候，老师教会了我许多。学艺期间，陆续排练了折子戏、哭祖庙、盘夫以及大戏追鱼、舞女拜寿等，让我真正的了解到越剧是一种美，不是一句话可以概括的。对于我的将来，我非常明确，我将义无反顾地去坚持我的越剧道路，努力每一天，争取更大的进步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潘婉婉。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徐派小生杨婷娜。
江山一统台湾，年岁了，谁记为情可到？高桥子方南天下何王？陈王好，孙权吴国你是坚强。谢真脱离乃为天降礼，测试比才草。王兄莫杀心与小生儿我也不能力把国保，修建江山改变心情儿，寻过灯仙堂。身家一命当作先，先帝你在天子里苦自讨。四境同往相会好，把先帝东堂西藏乱阵不将，一不齐家八不定力真来定，三分天下所万江山，怕怕断送才情伤。汉王族，三王族，桃园几百姓一众，侧生这是建奇功，辅助先帝登皇基，替当地江山随贯通。真乃是儿美不将王必公，把新北新血浮动风。丞相，此个丞相。一生居两孙迎后门中，不忘先帝可不从。九公斤财宝父王，你若是积善大为公，可问天不加神事呀，你此事必记民众。你这才是大病痛，陪我夜观看中。死王
今他还在睡梦中。就此中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越剧院徐派小生杨婷娜。一份耕耘一份收获，感谢粤女争锋给了我们展示艺术的平台，与兄弟剧团的姐妹们互相切磋学习，努力进取，走好每一步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杨婷娜。丽君是越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名剧，百花盛开、风流倜傥的年少天子，伴着茂盛潘安的少年宰相，缓缓并辔而行。可惜落花虽有意，流水却无情。有请中国戏曲学院徐派小生刘志霞。越剧刘勇与重娘，一个是风流倜傥的才子，一个是乐坊的大牌歌姬。那几多缱绻多情的词曲，
有着说不尽、诉不完的万般情事。有请杭州黄龙越剧团徐派小生汪喜喜。三色一去风袅袅三明不光点点红水清，开往大不见柳永令湖心，白帆与心里自尽到起听三喜清秋佳节暖眼睛，心里头恰恰当风一片。香儿诉苦念情思，谁空总盼着遇着一色条龙门，那是小龙门仙君。大家好，我是杭州黄龙越剧团的徐派小生汪喜喜。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爽，那么徐派这个流派呢比较符合我的性格，我是自己认为的，所以我会喜欢徐派到底。在我今后越剧的生涯道路上，我会多排一些徐派的经典作品，希望大家喜欢我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汪喜喜。娘为儿寂寞水瓜城，启程月光似水情花儿葵纱相思泪，不管俗世怕貌美。
剧《真假驸马》是一出古装抒情悲剧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唱不尽的离愁，歌不尽的恩情。一曲可怜天下父母心，真挚凄婉的唱腔，感人肺腑的演唱。有请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徐派小生李路燕。母亲，母亲。老母亲，孩儿生虽死，母应恨那自愿亲生相太平，恨自恨老母兵法怕死你，孩儿不能尽孝心相报娘恩。娘啊娘，生死以为天子定，陪孩儿哪能怨娘亲？外望娘多保重，莫伤心少愁埋常关心，长命百岁享高龄。孩儿虽死纠结也放心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海粤剧院徐派小生李路燕。每当站在镁光灯下，穿上戏服，走进戏中的那个他，是粤剧，是艺术，是舞台，带给我最大的快乐与享受。它就像一个不断成长的孩子，已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老师曾说过，
艺术生于寂寞，死于浮华。正是因为这种孜孜不倦、刻苦钻研的执着精神，造就了老师的成功。他是我的榜样，也是我的目标和追求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。我是李露燕。越剧《玉簪记》好一座香烟袅袅女贞观，好一位如痴如醉少年郎。这样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，琴声悠悠，白云楼中，潘必正与陈妙常将会上演怎样的一段玉簪情缘呢？有请中国戏曲学院徐派小生刘志霞。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徐派小生杨婷娜。妙才
救民呀。呀，刀兵子哎一声声唱心内，今生遇见女儿是必真是欣喜朝光，但他也枉为两心恩爱已难分，天赐你我配承担，你是冰清我洁一姊妹，我愿成功化与互相来，你是一人不转云中君，我也闻你千里后在，今生我查为了你化作钟姑娘，你同大娘你在，今生我查为了你天子地面雷轰天地，团水团家求情求义，来世做个求得回，来世做个求得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您的收看。下一期青春戏园特别节目《粉墨嘉年华》，粤剧青年演员刘派群英会，咱们